名字，一手五指并拢不动，另一手拇指伸直靠向其手心。手语笔法，我，名字，第一个，李。中文意思，我姓氏是李。手语笔法，他，名字，什么，我，不知道。中文意思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。什么？单手食指伸直左右转动。手语笔法，你，名字，什么？中文意思，你名字是什么？手语笔法，你家什么地方？中文意思，你家在哪里？自己，单手食指伸直在反侧胸口轻敲。手语笔法，我自己住。中文意思，我自己住。手语笔法，自己，奋斗，旅行，我喜欢。中文意思，我喜欢自助旅行。地方，单手五指弯曲在身前朝下放。手语笔法，你家什么地方？中文意思，你家在哪里？手语笔法，我家火车地方近。中文意思，我家在火车站附近。朋友，双手并拢弯曲相握，上下轻摇。手语笔法，我女朋友没有。中文意思，我没有女朋友。手语笔法，他朋友多。中文意思，他的朋友很多。身心障碍，双手五指并拢，分别先后在左右手臂切下动。手语笔法，我身障，证明有。中文意思，我有身心障碍证明。手语笔法，身障，朋友，火车，半价。中文意思，身障朋友搭火车半价。证明，一手五指并拢不动，另一手五指弯曲向下放于其手心。手语笔法，我身障，证明有。中文意思，我有身心障碍证明。手语笔法，我开车，证明不见。中文意思，
我的汽车驾驶执照不见了。